宣调，由我伫伊个圣殿，全地伫伊个面前，拢着静静。上帝是神，敬拜伊个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现在请咱闭目好咱的心，来做一参加来祈祷。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你是平安的根源，你欢喜，众人拢和睦。若是捌你的，就要得到永远活；若是服侍你的，就通得到自由。为所以来保护卑微的奴仆。伫这个新冠肺炎病毒也无全境以前，当互阮受到这个病毒的搅扰，阮全心来挽好你的保护，做阮这条命要为着台湾的疫情来祈祷。注意好这个疫苗，赶紧通进这个台湾。互百姓开始来注这个疫苗，安尼才会通建立这个防护的作用，也通保护着百姓，因无着受到这个感染。主啊，我求你来掌权。但是讲目前阮的教会也阁无这实体的聚会，甲阮继续要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尊重主的这个圣尊名，我来要用圣洁、公义、诚实来服侍你，愿上赞荣耀，拢归你三位一体的真实，到永永远远。但今仔日我搁一摆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要来恭听主你的话语，我求主你来洁净奴仆的嘴。圣神也来感召我的心主甲我的意念，我会当得福，望你的支持，啊，愿诚心感谢祈祷，
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5节。第1节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名叫做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有一暗，伊来对耶稣讲：“老师，阮知你是上帝找来的教师，因为若毋是有上帝同在，无人会当行你所行的神业。”耶稣应讲：“我实在甲你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当看到上帝的国。”尼哥底母问讲：“人已经老啊，哪会定头生？竟会当搁入去老母的腹肚来定头生？”耶稣应讲：“我实在甲你讲，人若无对水甲圣神来定头生，就袂当入去上帝的国。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圣神生的是圣神。毋通因为我讲恁着定头生来感觉奇怪。风要吹去倒位就吹去倒位，你有听到声，毋知伊对倒位来，要对倒位去。逐个对圣神来出世的人，嘛是安尼。尼哥底母问讲：“哪会发生即款代志？”耶稣应讲：“你做以色列的教师，连这拢毋知是无？我实在甲你讲，阮讲阮所知的，见证阮所看到的，毋过恁毋接纳阮的见证。我甲恁讲即世间的代志，恁拢毋信。我若甲恁讲天顶的代志，恁哪会袂信？对天降临的人子以外，无人捌上天。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人子嘛一定着安尼受举起，通互每一个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是上帝的话，既然读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阿明。啊，即条要来学咯，就学咯，我的主。万国万民啊，就我路我主耶和华，就称颂你，因为伊是主爱耶和华诚实，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万国万民啊，着鼓舞我主耶和华，着称颂伊，因为伊是主爱耶和华，圣旨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的面前。因为伫我这边，我就袂摇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的面前。因伊伫我这边，我就袂摇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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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国万民啊，有我主我主耶和华，有称颂伊，因为伊是主爱耶和华，圣旨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国万民啊，就鼓舞我主耶和华，就称颂伊，因为伊是主爱耶和华，圣旨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降伫我的面前。因为伫我这边，我就袂摇震动，所以我的心欢
我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伫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我主放伫我的面前。下边我就会有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韩国版面啊，有我的话主要我就牵上你，因为你是主爱要我相信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把面啊，就如我主要我就牵上你，因为你是主爱要我相信一直到永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我将耶和华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主放伫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主放伫我的面前。下边我就会有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我将耶和华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主放伫我的面前，我将耶和华主放伫我面前，我将耶和华主放伫我的面前，因为我下边我就会有叮当。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徛起，我的心欢喜。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
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最近因为这个肺炎病毒的疫情，不断伫咱台湾本土来探开，这个确诊的人数、甲死亡的人数一直伫升悬。那么台湾国内这个疫苗，这个 vaccine 呢，也阁无够呀。对袂着这个疫情的变化，拄当人的心、人心惶惶。大家恐惊这个疫情失控的时，咱的这个盟友、咱的好朋友日本甲美国及时伸出因的这个援助的手，提供一寡这个疫苗予咱台湾。所以咱要来感谢日本，甲感谢美国。虽然是拄拄在开始，数目毋是真多，毋过呢，这拄拄是亲像来一尊这个。及时雨，互咱第一线这个医护人员通先注入这个疫苗，积极来甲这个病毒来抗争。我相信后面的抗疫会不断来进入咱台湾的，或者2300多万咱的贵族乡亲百姓，拢通到呀这个疫苗通注，互台湾会通离开这个病毒的吞打。所以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祝福予咱的台湾。所以请咱毋免烦恼，毋免着惊，咱只有信。伫1895年10月20日，当这个日军准备要攻进这个台南府城的前一年，巴吉的博士接受到台南的百姓、地方的绅士以及一寡有名望的人士来恳求伊，是不是会当去甲日本军来这个交涉，甚至会当用和平的方式来进入这个台湾府城、台南府城。1895年是日本按照着这个马关条约，摕到台湾以后，就派兵要来接收台湾。迄个时阵是造就着台湾反抗势力的这个抵抗，所以日军就渐渐逼近这个台南，准备伫这个10月23，要甲安平港外这个海军的舰队做伙对台南发动这个总攻击。迄个时阵留守伫台南的这个领袖老英福，却伫这个10月19迄日坐船。脚底抹油硫酸逃走，离开这个台湾，所以互这个台南陷入一片这个混乱，人人心惊吓，个个拢是感觉真危险。所以当时阁是这个台湾修外这个情绪，就是万兴外国人的这个情绪是强滚的，所以基督教会甲信徒。拢是被看作是疏通对敌的发射的对象，到处拢台湾的基督徒互拍，还是互杀死。这个时阵也是宣教师巴克的博士伫半暝，佮走去日军的消息来一传出来，我想这个效果是恐惊人不堪设想的。所以最后，巴克的博士，伊带着这个台南居民。写了一大贴的这个工兵贴，一个贴啊。当年就对这个小南门出发，一群人摕着英国的国旗，举着灯火，一路行一路吟圣诗。伫这个茫茫的这个暗暝中，就继续往南行来向这个日军的营区来进前。所以伫这个半暝，巴克被带到营区去见第二师的这个团的团长乃木希德将军。那么经过因互相的对话，
真奇妙就改变了。原来日军要伫这个三方面连结了后，伊要对台南发动这个总攻击的军事的计划就改变了。所以过当日上午，日本兵就带着真和平来进入这个台南这个府城，拢无任何这个战争死亡。所以若是做伙来回忆迄一暝，当咱被台南人互放杀，城内混乱，城外个这个大军压境的时阵，有人要选择要甲咱徛做伙杀斗阵，真是难能可贵哦。伫这个时候，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记载，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暗暝来见主耶稣。从是尼哥底母伊的身份真特殊，互伊无方便伫日时公开来甲主耶稣见面。另外一方面，伫日时有真侪人要来找主耶稣，吵吵闹闹、客客，所以伊就安排这个极其稳密的约会，去拜访这个看起来真有智慧的犹太rabbi主耶稣基督，要用伊来请教。遐个藏伫伊个心内有真侪只问题。那么尼哥底母呢，就代表遐个对信仰非常好奇，总是又阁是真谨慎、真细致个人。伊带着心中的问题，来到一个真正确的所在，去找到一个真适当的人物。总是伊只会当伫半面来见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来讲，这个是上安全的做法，因为伫无人看见这个深夜，伊来到这个充满智慧的主耶稣，不但通对主耶稣呢得到家己满意、合理的答案，也通安心佫倒转去原来生活的这个世界内面。尼哥底母这款的做法，特别无需要任何这个冒险，也无需要付出任何这个沉重的代价。尼哥底母一看到主耶稣，就先提起主耶稣所行进入这个新约。伊讲老师，我知影你是对上帝遐来的教师，你所行的新约，若毋是有上帝同在，无人会当行的。尼哥底母甲其他人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对主耶稣所行这个新约内面，看到主耶稣基督有这个上帝同在。尼哥底母知影，信仰并毋是只有停留伫这个新约内面，所以伊的想法就是要超越这个新约，对上帝同在来进一步来了解这个信仰的本质。所以主耶稣回答尼哥底母讲：我心中甲你讲，人若无定头生，就袂当看到上帝国的实现。对主耶稣的回答，你通看到尼哥底母的动机。伊要看上帝的国度，伊听到主耶稣所做所为，伊感觉到有一个伊心想要向往的这个国度已经来临了。这个国度就是伊渴慕的这个国度。尼哥底母甲其他人无共款，其他人只是对主耶稣基督医病赶鬼，感觉到好奇，因。只有对主耶稣将这个水变做酒，或者是5块饼2尾鱼来75000人，这个新约啊，感觉真一个真大的公影，就是看清楚来甲咱指明，这种对新约好奇的公影的态度，并袂互人真正顺服上帝的统治甲主权。尼哥底母要看到是主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个上帝国。那么，主耶稣甲尼哥底母讲，上帝国就是有上帝同在的所在。上帝同在就要当带出这个新约来。更较重要就是主耶稣要甲伊讲，你若克服上帝的同在，你需要定头生。定头生这个字就是对天顶来生的。如果一个人若要有上帝的同在，是要进入伊的上帝国内面，伊必须要有一个对天顶来这个画面伫个这个心内。
尼哥底母听见主要说讲，你需要种顶头生，伊对顶头生充满了疑问，讲人已经老啊，太讨会当个顶头生呢？人拢老呢，已经做真侪错的代志咯，敢讲会当搁再重新开始嘛？一个婴仔会出世，就是生命的开始。所以生日对当事者是真特别的日子，这嘛甲有关系的人也是真有意义、重大的意义，甲伊同在。特别是做父母的、做阿公阿嬷的，你的孙仔生日对你真要紧的。咱袂当通过家己要伫经什么时阵来到这个人间，咱嘛袂当决定咱要生伫什么款的这个家庭内面。所以有人对这个感觉到真无奈，所以主要说吼，那接受主要说基督的人，就通离开这款无奈这个聪明人。所以除了生日以外，咱还有第二个生日呢。有的人就将这个受洗迄日，甲伊当作是第二个生日。第二个生日就是咱认捌上帝，领受上帝赐予咱新活命这个日子。伫这个新生命内面，咱通放下所有这过去的无奈，袂当接受的，还是袂当存到永远的，用着这种真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个新的开始。这个生日甲咱肉体无关系，这个永远的活命是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么尼哥底母的问题在于，伊犹原活伫一个属于肉身的世界内面，活伫这个肉身的世界，就是活伫完全活过家己的快乐甲地位的世界。当人活伫这款的世界中，上要更新的快乐就无办法伫内底来运行。那么尼哥底母的困难就是，伊无法度来对现在活伫迄个肉身的世界内面，转活伫迄个充满圣神更新快乐的这个世界内面。所以尼哥底母真聪明，总是伊却无法度明白上帝所行这个奇妙的代志。尼哥底母虽然进入学问，总是伊并无了解主要说是救主。简单认为讲，主要说伊是一个进入学问的老师尔定。尼哥底母就亲像咱中间有真侪人所看到这个世界的代志，却看袂到天顶的代志。所以一个人目睭若是只有看到地面上的代志尔定，伊的目睭是蒙蒙渺渺的。即咱像一个人，敢若看到伊头前有一粒真甜、搁真红的这个礼物苹果，迄个苹果吼，所以看袂到迄个输入这个日光甲雨水，或这个苹果生出搁红搁甜的这个上帝，伊看袂到。所以主要说，面对这款的心理的较无心内较无的追求的人，伊嘛看到伊的心意呢，直接就甲伊讲，若要看到上帝讲，大圣都要得到上生命的这个转变，这就是顶头生。那么就是干那掠条旧的外在传统，是袂当经历到上帝国的领导，也袂当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说，伫遮上个时代的来临，也就是上帝国已经降临了，就变成活命的这个转变，才能看见。这个生命本质的转变就是顶头生。尼哥底母迄暝就是望会通得到一寡办法，互伊会通进入这个上帝国。伊嘛望会通得到一寡这个新的规定，一套这个新的制度，一套新的这个礼仪。结果最后所互伊的是一个真特别的物件，迄个就是顶头生。如果若无顶头生，根本就袂当进入去上帝国。对一个无有顶头生的人，你甲伊讲感恩，伊听无；若是讲到包容、体谅、牺牲、奉献、放下家己等等，伊拢总听无。伊无一款的这个活埋伫个心底。所以主要所讲，人如果若无顶头生，伊就袂通进入上帝国。
袂通进入上帝国，甲袂通进入美国，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呢。若是袂当进入这个美国，无啥物了不起的啦。留伫台湾，还是留伫全世界逐所在任何所在，照样会当活较真好势嘛。总是袂通进入上帝国，问题就真严重了。虽然对人的目睭中来看，伊嘛是活得较真好势呢。毋过呢，当这个人若是离开这个世间了后，伊确实伫一个甲上帝完全相隔离的所在。所以尼哥底母到这是愈听愈糊涂，最后就发出一个问题讲：态度有这款的代志呢？伊的意思是讲，到底是安怎样呢？有真个时阵，咱听半工嘛听无半句，看圣经嘛看拢无，看袂晓，有关圣神的代志，搁较无啥啥。所以最后所用的这个套风做譬如，风对倒落来，要对倒位去，咱的目睭是无法度去看到风的存在，也无法度看到这个风流动的方向，所以对着风的声音，当咱看到这树遐伫和风相叮当的时，又叮当的时，咱就知影的确即阵有伫透风。有人写过问美国一个出名的天文学家，有关这段这个风对倒落来，要对倒位去，这个经济，这个天文学家解回答讲，圣经讲的无错，就是今仔日最先一个雷达对风的方向嘛，简单知影淡薄仔尔点。有时阵气象台有报这个风台要来，这个风台是确实转向到别个所在去，这嘛是常常有诶代志呢。所以有个拢袂一定会准吼。同款呢，圣神怎样伫人诶心就来改变，怎样互咱先入家己一个罪人，咱嘛无法度去来明白。所以对咱诶改变，咱要明白圣神互人认罪，圣神嘛互人来定头生。这一切拢是圣神的工作，所以咱在座，或者是即摆咧收看这个线顶诶每一个兄弟，恁敢若受过这样代志？伫礼拜日啊，咱为什么都爱来教会做礼拜呢？咱袂当到厝里加困淡薄啊，还是讲出去佚佗呢？有真侪人拢无来教会呢？啊，咱啥着咱就爱甲伊无共款呢？那么现在拄拄是这个病毒的疫情。咱爱居家隔离，礼拜比别来改做这个网顶的这个直播啦吼，还是使用这个网络 YouTube 来下载这个视频，互咱伫厝内做来敬拜俄罗上帝。那虽然台湾拄开始吼，所以话兄这里大概无啥习惯，但是阮伫美国已经是1年4个月啊。1年4个月，他讲怪家叫特别有这个忧郁症啊。其实咱会过去，到咱甲因拢共款吼。迄个时阵不但是家己无要来教会，那么暗中去踢笑遐信教的人，所以曾几何时啊，咱即摆拢改变啊，咱拢信耶稣啊。所以咱却毋知影，咱到底是为什么来改变的呢？大家拢袂记了吼，这个属灵的画面是活的，必定有这个外在生活的这个表现。咱看到某一个人对罪恶的这个厌恶，愿意对罪恶来悔改来归正，愿意顺服圣神的引带，愿意听从主耶稣的命令，愿意活出听上帝、听人的生活，愿意侍奉主、听主，咱就知影伊已经得到迄个属灵的新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伊咧挑战尼哥底母，伊问讲：你是一个以色列先知，检果无明白这个代志嘛？犹太人无明白上帝国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因唔信上帝所赐给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伊举一个旧约的例来讲，迄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旷野的中间，有真侪人。一再埋怨上帝甲摩西，是要将伊害死伫这个旷野内面嘛？因所袂记得上帝救因脱离迄个奴隶生活这个稳定，
所以迄个时阵，就这个火蛇，这个伊中间来夹进一人，有人就死去了。所以百姓真惊吓哀求的时阵，上帝爱摩西去做一条铜蛇，挂伫这个叉口的顶面。若是互蛇夹着的人，只有仰头仰望迄个铜蛇，你就通得到医治。这个铜蛇本身无什么医治的能力呢，伊不过是一个救恩的象征。你若要得到拯救，你就要仰望伊的人。最后说，伊用这个事件要来说明，后来伊被钉于十字架顶，叫一切仰望伊的人、信靠伊的人，拢总会当得到永远活。上帝互遮的人有自由意志，通选择买还是卖，要抬头来看这个铜蛇也无。那选择看的人要得到医治，若是选择唔看的人，就注定伊爱死亡。所以咱来为咱家己所做决定来负责任。伫这个牛津图书馆内面有一幅图吼，为了一个摩西压这个铜蛇的这个图片，里面就有火蛇甲扰乱的这个百姓，中间有困大面的人，就表示伊是醉生梦死的人；也有互相安慰、劝勉的人，就表示因着教育甲道德法律来劝勉人的。有的手举这个木棍去讲蛇，就是表明代表伊知影有罪，却是唔肯仰望上帝，用肉体去对抗的人。所以有听上帝的话，仰头仰望铜蛇的人，才通得到医治。但今仔日，咱这个世界到处拢是有这四种人，只有第四种的人通得到医治，通得到救。所以，就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命理学来讲，命是天注定的，命已经被出生的这个年月日时辰所注定了，所注定了。所以如果若是顶头时佫生一摆，魔鬼撒旦就袂当佫再用这个生辰八字来控制咱就当脱离这个命运的捆绑。当然啦。咱无可能搁再倒转去妈妈的腹肚底，搁再重新生一遍，无可能。咱的人生嘛无可能重新搁行一摆。总是伫最后所基督内面，咱无需要搁再倒转去妈妈的腹肚底，咱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过去代志已经过去，拢是变做新的咯。感谢主。伫最后所基督内面，人生是通重新开始的。顶头生就是。民望again，提醒了咱，就要避免两种的误解。咱若听到最后所讲，恁必须爱重头生，就让咱心内就想讲，有啥物是咱必须爱做的？做重头生，毋才恁做的。咱若无能为力，这拢总是想真替咱做的。搁另外一个误解，这个重头生是一瞬间有诶，无错。你我拢是一个某一个时刻。出现伫这个世界，咱也无伫某一个时刻，咱也是拢伫某一个时刻，才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但咱意识到这个顶头生的时阵呢，有一个代志都已经发生了。譬如讲，你的父母若对因认捌到结婚。一直到生落你的时，就你会当今日伫这个所在。如果你伫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件代志无发生，比如讲你的爸爸妈妈因认捌，不过因无结婚，像结婚了嘛无生你的事，那么你今日就无可能坐伫遮。同款的，当你为人顶头生以前，也发生真侪代志，所有捌想过念头，所有捌犯过的罪，所有捌分享的痛。所有已经造成了这个伤害，所有这个成就也是失败，拢带领咱进入这个顶头生的这个经验。最后所唔单单是用伊的活命救咱脱离这个捆绑，最后的捆绑，佮进一步要将天顶的这个生命，借着
才着这个圣神要放伫咱的这个心内，互咱会通看到上帝国通进入伫伊的同在，有上帝的同在，就要有超罪的呢，真正来出现。所以，顶头先上帝国、上帝的同在甲真正，这四样是分袂开的。咱得到顶头先，咱得到顶头先，毋是干那要互将来通进入永远活的这个天道乐园。搁较一个责任，就是咱伫这个地面上要彰显上帝的国度，因为这是上帝互咱顶头先，并暂时留落咱伫地面上的目的。所以尼哥底母带落这个法利赛人的成就，也带着对拄下失望的心情来找主耶稣。伊的经历，也就是咱的经历。主耶稣讲：“恁必须要顶头先。”这是对咱的命令呢，这个必须要有的，不是通有通无的。顶头先是表明一个基督徒新生命的开始。顶头先为咱今生看到上帝国，伫来世嘛通进入上帝国。顶头先有今生跟来世相定的应允，所以主要所讲，恁必须要顶头先。咱只要真心来信，来仰望上帝。来接受上帝，嘴来承认，心来相信，咱就要得到新的活命，真正得到顶头先。但我这个时阵要祝福咱大家，会当得到顶头先的新的活命，一生一世拢欢喜快乐，安尼。这条要来吟回应的诗歌，以色列兴起。以色列兴起，唔通过主面，真理要来他帮你，对谁遐主，求主伊来到，伫这稳定的伊里。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恁经过水会，伫路中熬练，光华已经结全面，我要输互恁，唔紧代志当，我要输。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人生是相我，我已经丢上你，将你刻掉伫我心，了解我选民，我应来归地会，我应归回地谢安。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主，哦哈利路亚。
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以色列兴起，tanpa tuhin, kini belai, habang ni, Christian Yasu, kêu tôi lại cao, trên quân quy về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Linh kinh quy trí huệ, yêu trong thao liên, trong hoa kỳ kiến kết phát đi, hoa mê su hô đi, kinh tài chi đi ta, hoa mê su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Đi siêu siêu qua, quay kết yêu số đi, đi kết nhau đi qua xin, nhau đi qua xoan mình, quay đại quy đi về, quay quy quê đi sẽ ăn.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以色列兴起，tanpa tuhin, kini belai, habang ni, Christian Yasu, kêu tôi lại cao, trên quân quy về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Linh kinh quy trí huệ, yêu trong thao liên, trong hoa kỳ kiến kết phát đi, hoa mê su hô đi, kinh tài chi ta, hoa mê su đi, kinh tài chi.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Đi siêu siêu qua, quay kết yêu số đi, đi kết nhau đi qua xin, nhau
这条请咱同心阿头三甲的祈祷吼。亲爱宝贝上帝，我感谢你。今仔日网络礼拜，咱透过记录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5节，做来思想半暝的这个贵客。对这个事实中无法知影，半暝的这人客尼哥底母，伊带着法利赛人的成就，也带着对律法失望的这个心情，来找主耶稣。但尼哥底母的经历，嘛就是阮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大人的经历。主耶稣讲，恁必须要定头先。这是对咱的这个命令，这是必须要有的，不是贪有贪无的。定头先就是表明一个基督徒新生命的开始。定头先为何咱今生通看见上帝的国度，伫来世通进入上帝国。定头先嘛有这个今生甲来世相定的应允。所以主要所讲，恁必须要定头先。所以咱只有真心仰望上帝，咱接受上帝出来承认，心内相信，咱就要得到新的活命，直接要得到定头先。那我要祝福咱大家，拢会当得到这个定头先，这个新的活命，一世人通欢喜快乐。啊，同心的祈祷，那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他这条，然后我说要给恁祝祷吼。愿天父上帝主啊，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弟姊妹同在，伫教记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们。亲爱乡亲，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网络礼拜到这就要过一段落，万伫后回共这个时间，搁一摆伫空中来相见，愿天父上帝赐福恁。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多谢努力，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记着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律，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记着万百姓做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
就甲因遵守主的命，予天的团互因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命我互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白花伊的名款。